今年因为雨水充足，所以伫南西梅岭的五龙步道已经提早看见花金菇的影子，包括市府开始规划赏樱季，而且因为台南护育花金菇有成，现在北河南寮、南华关山，甚至伫市区的巴克利公园，拢有了花金菇。这个天气的关系，今年雨水有提前，所以礼拜拜就足侪这个萤火虫造出来。所以现在这个满山满谷的萤火虫，还有这个游客到这个梅岭来赏萤。所以观光旅游局除了规划赏萤地图，嘛公告4月17号梅岭赏萤开始开放线顶报名，为活动正式起跑。其中邀请大家日时赏花、踅景点、泡温泉，暗时才来看花金菇。南溪不仅是很多丰富的农特产品，而且晚上又有萤火虫，所以又有龟丹温泉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碳酸温泉。所以呢，白天来吃梅子鸡、喝梅子酒，然后这个晚上来看萤火虫，真是非常好。又来泡温泉。那其实萤火虫是一个环境健康的指标，在环境没有污染的环境里面，它比较容易滋生，比较容易这个生长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这几年来对于萤火虫的富裕，也算是一个有所成就的。为中市府除了宣传看花金菇的感动，现场嘛特别设立南西龙德山电视专区，包括梅仔酒、梅仔制品以及水果干、芳味等等。市长委托嘛亲自代言，欢迎来南西规划一段深度的生态旅游。今日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